他明明是一个文弱书生，却敢对走过来的狱霸讲出这样一句话。死兔子！结果话音刚落，男人就被一把踹飞，手也卡在了门缝中。可令人没想到的，他竟然还顺势扭了下，硬生生把自己弄成了骨折。就是你在这生事！你今天一个人给我干2个人的活，你怎么样了？怕是补错了。再走！而他这样做的目的，却是为了进到牢房里，看望一个尚且奄奄一息的老头。我是云香，本要去南都拜会，可是半途却听闻你落难致死。原来男人本是云台弟子云香，修业15年，第一次下山就听闻自己的恩人文冲被关入牢房之中，随后在赌场上结识了亚楠，而亚楠此行的目的也是打探文冲的下落，两人一拍即合，成为了搭档。得知幕后的人是阎罗王，云香便与他对赌，不曾想识破了他出老千的卑劣手段。气愤之下，阎罗王将他押入地牢，可这样正中了云香下怀。而此时的另一边，亚楠到处散播了阎罗王与七天风贩卖私盐的消息，引得城里人议论纷纷。此刻阎罗王却怀疑这一切都是文冲所为。文冲，我的人平白无故遭了杀身之祸，是不是你往外送了消息，那些同门找上门来？这仅仅只是开始，很快七天风的手下也找上了门来，他们却是来灭口的。严大人，早死早脱生了。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，阎罗王寡不敌众，只好撒下盐巴，灰溜溜的逃走。不料却在半路遇上了赶来的舒亚楠，身上负伤的阎罗王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，仅仅交手几个回合就死在了他的刀下。而此时地牢之中的云香也开始了他的小动作，只见他用力一拐，就治好了自己的骨折，随后取出铁丝，不仅打开了牢房大门，还解开了文冲身上的枷锁。正当云香以为能顺利出逃之时，竟遇到了七天风的手下，而文冲也在重重进攻之下，不幸中箭身亡。最后的嘱托竟是让云香能帮他照顾好亚楠这个义女。亚楠，照顾好了。待亚楠赶到，解决完所有敌人之时，发现文冲却已没了气息，而两人的复仇之路也在此刻正式开始。